心来朝见主。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预备来进入崇拜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把我们的心献上，把我们的全人献上，把我们的全力献上，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今天早上的崇拜，为所有的设备器械的安排，所有人员的运作，我们所有的程序都能够顺利进行。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就近到你的圣座宝
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的名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美好的早晨，我们会众一同齐聚，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可用的器皿，在各样的服事上，求主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的聚会从头到末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是天父世界》，在心灵两次选74首。这是天父世界，我们侧耳倾听，宇宙唱歌，思维响应，星辰卓越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我投树木穹苍碧海，诉说天父奇能。第二节，这是天父世界，群鸟欢唱齐鸣，阴沉明亮，百花美丽，真名创造精神。这是天父世界，爱不尽万千，风吹草生，知它经过，随处能听它言。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遗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却仍作王。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天父是我宇宙同唱，他是万国万方。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
其印文在诗篇139篇1到12节、23到24节，在旧约的663页。诗篇139篇1到12节、23到24节，由我来印，会众来起。第1节，耶和华啊，你已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我们一起来，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一同来祷告，为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国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教区祷告，恩友堂邓文威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2024年总统及立委选举祷告，求神拣选合适的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祷告，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请迪花姐妹。今天两处经课在旧约的创世纪28章10到19节，以及新约的罗马书8章12到25节。创世纪28章10到19节，在教会的旧约圣经27页。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了像你所说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上的门。”雅各清晨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就给那地方起了名字，叫伯特利，就是上帝的殿意思。第二处经文在罗马书的8章12到25节，也是在教会旧约圣经的170页。罗马书8章12到15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是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上帝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的心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所盼望的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以上是上帝的圣训。谢谢迪华姐妹。读经在马太福音13章36到43节，新约的16页。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献诗，我们请诗班，曲目是主凡事引导。
谢谢诗班。正道，我们请蔡伟文牧师，题目是立于不败之地。救世主凡事引导我，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唱诗赞美敬拜，我们说我们信靠跟顺服。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无论你安排我在任何环境里，我都乐意顺服。但是当上帝给我们有不一样的环境，或者是超过我们期待跟想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相信上帝仍然在引导我？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希望是上帝照着我们想要的，而不是我们真的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啊，上帝啊，愿你带领我，如果你往哪里去，我都求你带领我，我都顺服。但是事实上，我们顺服的，想要顺服的是，只是我们心中期待的那个样式。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尊主为大，说耶稣是主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相信他凡事的引导。虽然很多事情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但是仍然在上帝的掌权的当中。有时候我们常常想的是，上帝要照着我的意思，而不是我要照着上帝的意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唱诗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这样。所以敬拜的时候，不是只有诗班在敬拜，我们也在敬拜。当我们跟诗班一起唱诗敬拜，当我们跟诗班一起唱出这些歌词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不是诗班唱诗班的，这只是一个歌词，而我心里面想的是另外一样。圣经里面提醒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应当就是口里面跟心里面是一致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顺服主的道路上，虽然是有时候很困难，但是让我们能够，我们所唱的跟我们的心是一样的，这样才能够阿们。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让我们能够在唱诗的时候，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是一致的，那才是阿们。所以如果唱诗的时候唱归唱，但是心里想的，那就不是真的阿们了。愿上帝帮助我们，愿上帝带领我们一路往前行，即使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但是必然有上帝美好的旨意跟计划。愿上帝带领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当真哈。如果得罪到我们当中的人，千万不要误会，这只是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男孩子，有一个男生，他很喜欢钓鱼，然后但是呢，他娶了一个太太，他的太太也很喜欢碎念。有一天他跟他太太去钓鱼的时候，那边钓鱼的时候，太太在旁边一直碎念。好，然后他实在是受不了，突然间鱼钓上来了，一条很大的鱼就吃了饵，然后被他钓上来。然后这个太太在旁边看到那条鱼说：“哎呀，这条鱼好可怜啊，它只要不开口的话就好了。”结果这个男生说：“对啊，他只要不开口就好了。”听得懂意思吗？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不开口是一种智慧。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闭口不言也是一种智慧。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或是我们不明了的时候，其实也要学习闭口。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常是自以为知道，但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的知道。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可以说，但是不知道的时候，学习能够谨慎自己的口，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口舌有时候会造成别人的伤害。当然口舌也可以造成人的祝福，但因为我们常常是祝福人，而不是使人受到伤害。愿上帝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我们用这个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天气很热哈，所以这个我想很多人都有那种感受哈。
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感觉到那样的感觉？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哇，很丰富、很丰满；出去回来的时候变干了。葡萄干，出去的时候是很丰富的哈。所以各位，其实天气现在渐渐的越来越暖化，各位会发现我们的冷气已经快要不够用了。各位知道我们2楼的这个教室跟办公室的冷气其实已经挂掉了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牧师要趁着这个有冷气房的地方赶快去？为什么？因为有冷气的地方，各位现在知道什么地方叫天堂，知道吗？有冷气的地方就是天堂啊！所以这个天气太热的时候，需要去凉快一点的地方，让自己的心里可以平静哈，让身体可以恢复那个活力。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去做的事情。但是各位，最近各位知道有一个新闻，就是为了装一台冷气，砸死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其实是我们不乐见、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但是这个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各位知道，我们现在的人常常是因为便宜行事，或者是叫做随便以至于我们可能会造成一些的伤害，而我们不知道。我不晓得大家在去买东西或是卖场的时候有没有那样的感受我有几次跟师母去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明明电梯口是不应该站人的。有人就在上面，到电梯口的时候，他就在上面滑手机，他不晓得后面有人。有的人他自己这个方便就好，他把那个摩托车把它停的地方有的时候你停1格就好，他把它停到2格去，占用了别人的格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越来越少人去注意到我们身边还有人，听得懂意思吗？我们的身边有人，我们的后面有人，我们的旁边有人。我们只有想到我的需要，我自己的要求，但是我们没有去想到我的旁边有人，我的后面有人。我要去为我的旁边、为我的后面去注意一些事情，不要去伤害到别人。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日本的一个电影，一个深海的这个深海潜水员，那他在做潜水的这个之前，他要装上他的装备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再大声的呼喊说：“我的装备要装上去喽，后面要小心啊！”他说他的装备要装上去的时候，他会呼喊旁边，让旁边的人知道他要装备装上去，怕会甩到别人或是伤害到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去注意这个事情，是要注意我们旁边有人，我们身边有人，要常常提出提醒。有人说这个穿上去就穿上，旁边也没有人，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有没有人突然从旁边就出来，或是突然从旁边就经过，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时候要做一些的提醒。所以当有人提醒你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很啰嗦、很麻烦，有时候提醒对我们是好的。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包括有时候我们在信仰上，圣灵会提醒我们，圣灵会告诉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时候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去注意到、小心到，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或是伤害别人，以至于我们如果没有听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去伤害到别人。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使人得帮助的人，而不是造成别人伤害的人。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哈。今天的圣经里面提到有2种植物，一种叫做麦子，一个叫做稗子。好，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叫做麦子，在台湾比较少麦子，台湾比较多的是稻米啊，所以但是稻米跟麦子其实也长得很像。好，所以这个是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的麦子的跟稗子的比喻。好，那稗子长什么样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叫稗子。好，我不是植物专家了，其实最好是能够由我们的植物专家来介绍是比较好的。但是各位会发现一个事情是，麦子，好，再回去看一下，麦子跟稗子长得很像，对不对？其实稗子是一种杂草，而且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麦子是对人有益处的，饿的时候吃的我们的粮食主食是麦子。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麦子跟稗子有可能同时在我们的现在所在的地方，或是在我们的心里出现。好，为什么会这样说？各位如果在
连接上上一次提到的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这个是撒种比喻的扩大版。什么叫扩大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麦子，有稗子。有的人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它成为一个长麦田的地方，长麦子的地方。但是有的人是让稗子进到他的生命里面，以至于长出来的是稗子。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已经讲到这个比喻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出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37到38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37、38节，一起念来。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有注意到一个事情吗？他说，这个田地就是这个世界，也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生活的环境里，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人？有麦子，也有稗子。麦子是天国之子。领受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这个话语，种下好种的人，这些人我们说他们是天国之子，是这个撒好种的这个撒好种的人子。他所撒的这个地方，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说，如果你的心是好土的话，就有种子在里面，30倍、60倍、100倍，这个叫做天国之子。但是同时也会有一些人，这些人叫做什么？叫做稗子。看起来很像，看起来长得很像，但是内容物不一样，是不同的东西。而这些稗子是什么？是叫做恶者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在田地里面，上帝让2种植物一起的生长？所以有的人会问说，为什么上帝容许罪恶在这个地上？为什么上帝容许坏人在我的身边？为什么上帝容许让不好的事情发生？这个就是整个世界会有的情况，有稗子，有麦子，有好人，有坏人，有对的事情，也会有错误的事情会发生。但是上帝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田地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容许一些的罪存留在地上，很多人会说，上帝不是全能的吗？上帝不是应该要除去罪恶吗？上帝不是全善的吗？他应该要把这一切全然除去。为什么上帝容许让罪恶发生在地上，让不好的人在那里猖狂呢？曾经也有人问我这个事情，说为什么上帝要容许罪恶留在这个地上？那当然，我知道我的解释也许不一定很好，但是我跟这个弟兄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上帝容许罪恶，容许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是完美的上帝，他能够接纳不完美跟不完全。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不完美或不完全，那么我们不是完美的。听得懂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完美主义就是，我们都不能够容许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上帝容许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表示他是完全的上帝，他接纳这些的不完美、不完全，包括我们人也是他接纳的。上帝容许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在他的眼中，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他美好的旨意跟计划。刚刚我们在读这个起应文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白日黑夜，在上帝眼中看都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不喜欢黑夜，很多人不喜欢黑暗的地方，但是黑暗的地方，黑夜也是上帝掌权的地方。千万不要以为说，好像只有这个白昼，只有光亮的地方才是上帝掌权，在黑夜的地方也是上帝掌权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许会遇到窘迫的时候，但是上帝永远是良善的。时机虽然有不济的时候，但是上帝永远是良善的。还记得上个礼拜牧师讲过那句英文的那个词有没有？ God is good in all the time。 上帝在所有的时间里面都是好的。然后 in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在上帝的时间里面，每一个时间都是好的。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喜欢这样而不喜欢那样，
我们只喜欢我们照着我们的意思，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意思。有时候上帝透过一些的磨练，透过一些的训练，让我们的心智更加的坚强。我记得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我很不喜欢一些就是学弟，就是他们要一些好处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拜托说这个学长可不可以让我放假因为阿兵哥很喜欢放假，要不然就是加薪。好，加薪，对，不是那个加薪，是邵文兄的女儿哈。好，很多人喜欢放假，所以他有利益的时候，他就会跟你拜托、请托可不可以给我或什么？但是等到你要换成是你的时候不行，这个要公事公办要按照规定来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里面吃闷亏，或是我们常常在这些事情上面吃亏，因为我们是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的，但是有很多人不按照规矩，不是按照上帝的法则来生活的。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也在上帝的旨意跟计划里。上帝容许稗子跟麦子一起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素质比基督徒的人数更加的重要。我们常常去注意到我们希望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的人能够来到教会里面，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事情是：我们是否有将麦子那个好的种子种进心里面，还是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带着那个稗子的心态来到教会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去评判别人说你是麦子或是稗子，不能够。但是我们要认识我自己是麦子或稗子，我按照的是上帝的法则来行，还是我按照的是世界的这个方式在走？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得懂牧师要讲的意思吗？我是按照上帝的法则在行的，还是我要按照世界的法则在走？基督徒的素质远比我们的人数要更加的重要。很多人看着基督徒，你们的生活是什么？你的所显出来的样式是什么？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很多在微小的地方可以看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式。以前我们在马祖的时候，常常是这样。以前早期马祖是需要有很多军需品进去的，所以后来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会看基督徒你们是怎么样去生活的。我不好讲一个负面的例子，但是它确实是一件负面的例子。我们有一个曾经在那里的有一位牧师，他在这个物资要上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冲上去抢这些的物资，没有让别人先去拿到，他第一个优先，他认为我需要，所以我要先做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去注意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只注意到我自己的需要。当然我们的需要也很重要，但是在两相权衡之下，你是否能够让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有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去抢这些东西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在爱宴当中也是，我们有时候在爱宴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拿自己很多想要吃的，然后把一些不喜欢的就留给别人，或者是把一些不喜欢的就挑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他该有的那一份，而不是我要的我拿很多，然后别人要的我不去注意到他们。记得刚刚讲到的东西，就是要注意我们身边还有人需要，不是只有我自己需要，还有别人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基督徒的素质展现在这些的地方，微小的地方，但是却是让人可以看到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39节，这几个角色又出现了。我们来看一下39节，一起念一下39节，一起念来。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条。如果各位在读使徒信经里面，会读到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将要再来，
他要审判全地，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审判对基督徒来说，这也是我们应该要了解的课题。基督徒不是只有讲爱，基督徒也要讲到在末世我们会有审判的时候。所以我们有一个未来观或是末世观，而不是一个叫做我只有享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撒稗子的是仇敌，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在最后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上帝要做一件事情，是差派他的天使。这里说收割的人是天使，要差派天使来做一件事情，要把稗子跟麦子做区分。所以好好持续我们的信仰，要使荣耀归给上帝，又使我们的灵魂得益处，我们要非常小心跟注意，还有警醒。当我们不小心跟不注意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稗子的东西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里面长出了稗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也会出现一些跟世界发生的事情一样。今天早上有一个弟兄就跟我提到这个事情，他是在处理社会工作的。他这样说，他说其实在他的研究当中，其实现在基督徒的离婚率或者是失婚的比率也越来越高。以前我们都以为说，好像基督徒的这个婚姻都是非常好的，或是离婚率都是很低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督徒的离婚率现在也渐渐的跟上世界的潮流，跟上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再以上帝的话语来持守，而我们常常是跟着世界在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要持守信仰相当的不容易，就是因为不容易，所以它才有价值。如果我们所行的跟世人是一样的，那就没有价值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要非常小心跟谨慎的态度去看待我们的信仰。所以14节里面说，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的末了，上帝要把麦子跟稗子把它分别出来，稗子要用火焚烧掉，然后麦子要放在仓里面。这是最后上帝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末世观，是有一个未来观，而且也知道上帝在最后要做一个审判。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哎呀，我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我尽量的去赚取去享受就好了。我们有一个末世观，到最后我们将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我曾经跟各位讲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各位知道刚过世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其实英国的国王有很多的花园，国王有很多花园，然后每个花园都会有管理园子的人，他会在那里管理他的园子。好，有一个园子，这个园子的这个工人，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20-30年的时间，然后他每天都在整理他的花圃，整理他的园子。那当然，后来伊丽莎白女王过世了，没有再到这个园子。有人问他说，上次国王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说20年前，国王曾经驾临到这个园子里面。然后就继续，记者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现在还继续在这样做？”他说：“因为我不知道国王哪一天会来，所以我仍然要把我的园子管理好，等候有一天我的国王会再临到这个园子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这样的心态？就是这个时间，我仍然持续的，我仍然坚定我的信仰，我仍然能够真正的做好一个基督徒的本分跟样式，只等到我的主再来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有管理的权柄，各位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在创世纪第1章里面，上帝给人有一个权柄，就是要管理上帝所造的一切。所以我们所造的一切，将来我们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是否管理好我们的园子，让我们的主、我们的王能够随时来到园子里面，跟我们有这样的见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管理好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在你的园子里面，你是否管理好这一切？
所以圣洁不是在外表，而是在内心。圣洁不是只有外在，我们每个礼拜天拿着圣经、拿着圣诗来到教堂做礼拜，这个叫圣洁，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外表的这样的一个圣洁，而我们忽略了真正的圣洁不是外在，而是心里面的。撒母耳记里面特别提到这样的事情，当这个撒母耳要去寻找下一个要高的王的时候，他看到大卫的哥哥身材高大，非常的俊美，然后他就说上帝应该是拣选他。但是上帝说，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上帝是看人的内心。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敬虔的外表，但是我们没有敬虔的内心在我们的心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圣经买很大本，然后来到教堂里面，我们的圣诗买孔金美的圣诗，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来敬拜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圣洁不在外表，不是那个外表长得像。记得刚刚讲的稗子跟麦子长得很像，但是什么是对人有益处的？是否是真的你是稗子或是麦子？不是在外表，而是在内心里面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41节、42节，到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结局？41、42节，我们一起念来：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上帝要把他的使者差来，要区分麦子跟稗子，稗子用火烧掉，麦子收在仓里面。各位如果记得有印象的话，在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内容。耶稣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听得懂意思吗？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去？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不是你外表像个基督徒，而是你的内心应该成为有基督生命的样式。所以上帝衡量人的行为的时候，也衡量人的心。所以不是只有看外在，而是我们的内心是什么？我们是否有麦子的生命在里面，而不是稗子的生命？所以各位知道，威斯理曾经这样讲，他说，在天堂里你找不到卫理公会的会友。所以如果你是卫理公会的会友，或包括你手上身上有这个卫理公会的受洗证，千万不要以为这样你就可以进天堂得永生。没有，卫理公会不是进天堂跟得永生的保证。卫理公会只是告诉你，你进入到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教会里面，但是你的生活、你的行为是否是合乎于上帝的心意、合乎于上帝的旨意，是一个有麦子的生命的人，那是你真正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因为你今天成为卫理会的会友，你就可以进天国的。卫斯理在做梦的时候，他到天堂去的时候，他问天使说：“天使，请问一下，天上有没有卫理会的会友？”天使说：“没有。”到地狱的时候，他问说：“这里有卫理公会的会友吗？”他说：“这里全部都是卫理公会的会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因为你进入卫理公会得救的，是你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的。而我们是要按着卫斯理的方式，走圣洁的路来敬拜上帝。宗派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特色，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体的。无论我们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的会友，我们各自有不同的特色，但是我们都是属上帝的，都是麦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像基督的生命，而不是稗子，看起来像基督徒，但是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所以43节说，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将来我们都要发光的，我们要发出光来荣耀上帝，因为上帝就是光。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就是光，所以这些义人在父国里面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比喻，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他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所以这里耶稣在讲的东西，那个点灯那个光是什么？我们的好行为。
我们的行为在人的面前可以让人看见。耶稣说，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就是光，信靠他的人也有光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能够显出神的光，好让人看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是只有相信自己、信靠自己而已。很多人以为说，我自己可以做什么，或是我自己能够做什么，或是我自己能够去这个应付所有的事情。其实是人是软弱的，有时候在试探的面前，在试炼的面前，人其实是软弱的。不是只有信靠自己，而是要相信基督和仰望基督，谦卑的信靠上帝跟仰望基督，而不是相信自己，不是以为自己我能力很好，我可以挡住这些的诱惑，我可以挡住这些的试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知道，其实卫理会我们有很多地方得罪上帝，包括我们自己牧师或是传道人，我们有很多地方得罪上帝。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这些事情并不是要让弟兄姐妹来评判哪一个牧师好或不好，不是的，而是我深刻的体会到，在试探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站立得稳的。有时候我心里也会这样想说，你看那个牧师又怎么样了，那个传道人又怎么样了。我的老师常常提醒我一件事情是，你还没有遇到，你还没有碰到。当试探来临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夸口我都不会贪财，我都不对钱没有任何的感觉我不会接近女色这个我不会去做。有谁能够这么样的认定自己绝对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战战兢兢的，每一天谦卑的来跟随与上帝同行。如果不是跟随与上帝同行，不是上帝的圣灵提醒我们，若不是跟随圣灵来帮助，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照世界的方法去做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一个台语有句话讲叫做西嘎差，知道吗？西嘎差的意思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是你可能认为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的时候，有可能就失去了原则，以至于就没有了该有的一些的做法。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试探的面前，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需要上帝的怜悯跟恩典。所以身边的人都在做的事情，不代表你也要做；身边人都在行的事情，也不代表我们都要这样去行。求主怜悯跟纪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跟世人做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很糟糕或是很差，好像我做的事情不是别人做的。基督徒的价值观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基督徒的价值观里面，我们应当持守的价值是什么，而不是别人所期待的，或是别人所想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世人都在往上走，追求那个高度，或是追求那个权势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往下走？有没有人愿意说，我来服侍，我愿意来服侍众人，我愿意来帮助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哪边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去到那个地方，能够在那里服侍，即使没有人看见，我仍然坚持跟持守在那里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深刻的反省，就是别人的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很多世上的价值观就是越高的位置越需要别人去服侍他，然而在基督徒的生活圈里面，越高的位置是你需要去服侍众人，越大的权势是让你更有力量去服侍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上帝给我们的一些的身份，或是给我们的一些的金钱，或是给我们的资源丰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成为服侍别人的人，而不是只是要求别人来服侍我。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需要的地方，不是等别人来服侍，而是我能够参与在这个服侍的里面。所以在小事上警醒，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上帝也会把更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在小事上警醒跟忠心的人，不是顺着肉体去收拾这些的情欲的事情，而是顺从圣灵，能够来走生命永恒的道路。
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成为美好的麦子是心中的决定，你的心里面决定让上帝的种子，让好的种子进到你的里面，还是让败子进到你的里面？上帝最终的审判就是让恶人持续的作恶，他持续跟继续的留在罪的里面。然而，上帝给我们的奖赏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善的。反过来就是上帝让我们成为善的，而且持续在好的跟对的，在善的状况里面。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注意到我们心中的决定是什么。所以，你的心是自己的心思意念的守护者，我们自己是心思意念的守护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进入我们心中的是什么。我有没有让上帝的好的种子进到我的里面，还是让世界的观念带进我的心里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在对的跟好的这样的种子的这样的一个生长跟发展的里面。箴言里面提到一个事情，他说我们的心，他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守护自己的心。我让什么进到我的心里面？所以罪恶跟恩典是不能够同时掌管一个人的。你不是被罪掌管，就是被恩典掌管。所以重生的人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上帝的带领，让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圣洁的里面，而不是还是按照着过去的生活模式或方式。所以刚刚提到了，不是麦子就是稗子。如果不是被罪来管理，就是被上帝来管理。第二个，你要成为好的麦子，需要时空的淬炼。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麦子要成长很容易，环境是一个因素以外，另外就是你里面的生命力，里面有这样的生命在你里面成长的时候，你还是要受到周围的一些的事情的影响。所以这些的时空的背景环境都会淬炼跟磨练我们的性格。真正的谦卑也是在磨练当中去学习的，彼此顺服，彼此接纳，彼此接待，或是彼此包容彼此的一些的问题，这个也都是在训练跟学习谦卑的功课。最近跟一些当老师的一些弟兄姐妹在分享跟讨论一个议题，有一个学校的学生他这样说，他说我是来学校学知识的。为什么要求我的头发？为什么要求我穿的裙子？为什么要求我的外在的这些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不晓得说遵守校规、遵守学校的规定，或是遵守这些的礼仪礼节的东西，也是学习的一个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圣经知识很多很好，但是我们是否在外在的地方也有好的表现，让人可以看见，而不是我知识很多，但是我的生命却是跟外面的人、跟没有信主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基督徒是不断在转变的过程。格里汉这样说：做基督徒并不是瞬间的转化，而是每一天的经历，在过程中你会变得越来越像基督。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的生命，而不是变成跟其他人一样，或是稗子的那样的生命，甚至是不好的生命在里面。所以艰难的环境无法压碎我们，它在明显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品质，它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求上帝来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上帝有时候要透过我们来改变这些的环境。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如果容许有稗子在我们的身边，其实也给我们训练的机会，让我们不是去被影响，而是能够成为去影响别人的人。第三个，我们来看到成为美好的麦子，要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努力的成长，是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要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你才有能力去胜过那个稗子，才有能力去胜过那个不好的意念、不好的想法在你的心里面。刚刚提到了，如果不是依靠上帝的帮助，其实我们在试炼的面前，在试探的面前，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上帝的帮助，以至于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寻求上帝的带领，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意思、依靠自己的方式来走。所以 John Stott 这样说，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奴隶，而奴隶只有两种，你不是神的奴隶，就是罪的奴隶。
愿上帝帮助我们，你不是在罪里，就是要在神的里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而不是在罪的里面，让恩典来管理，而不是让罪来管理我们。所以信仰是在看得见的世界里面去活出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看得见的这个世界里面去活出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面的那个样式。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显出那个麦子的生命，是有丰富美好的生命，而不是使人受伤害，或是使人不舒服的，或是使人受到危害的这样的生命。所以最后要跟大家做的勉励就是，不是让自己外在的行为像基督徒，而是让我们的内在品格能够成为基督的样式。不是只有像基督，是被基督的生命全然的充满，让基督的生命充满我们，而不是只是在外在像个基督徒。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外在，而是心里面，让我们也成为像基督的样式。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到你的教会里面来领受你的话。主，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不完美，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来胜过试探，胜过这些的外在的引诱，我们唯有依靠你。愿你恩待我们，给我们从里面发出来的生命的力量，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也许还有很多跟败子一起生活的状态，或是跟不好的这些的事物要一起有这样的环境的时候，让我们仍然持守信仰，让我们仍然持守我们所信的价值观，并且还有持守我们所做的，免得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让我们成为影响世界而不是被世界影响的人。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倚靠你的必不羞愧，让我们即使遇见窘迫困境的时候，也帮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信仰，使我们的生活合于你的心意。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声音，我们会众一同起立，向万邦传福音，在心灵粮食选321首。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使人心会转面论我，是真理与慈爱故事，讲述平安与真光，讲述平安与真光，平安也必要转为真光，道真更早要辉煌。基督国度必降临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一诗歌唱给万邦，要使人心相处归向。这诗歌能胜过罪恶，能粉碎离间矛枪，能粉碎离间矛枪，因为也必要转为神光，道者更照耀辉煌。基督国度必降临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我们有一信息传给万邦，主在高天掌权作王，差遣爱子救赎我们，
全地充满爱与光。会众请坐，请四线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赐我们日用的所需。我们将一些所有的部分献上，使用在教会事工上，求主悦纳。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吗？这边有一位陈之琳，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那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到副歌的时候，我们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
众请坐。报告事项：主日崇拜后11点半到12点半有开设桌边谈查经小组，谈论的议题不设限，那活动全程免费，地点在6楼。本周主题是白饭的省思。为充实暑假学习，牧师于7月22到8月26开始于周六上午10点，有开设从新生命开始的师资课程。那欢迎有意愿学习从领人信主到生命成长的弟兄姐妹免费报名参加。因应台电施工需求，于7月26 9点到4点停电，那当天教会不开放，小组聚会暂停一次。教会将于7月29周六上午10点举办社区台语民谣活动，邀请林华里里民及社区朋友参加。老师是天一执事。请为本堂暑假外展事工祷告。教会执事会已安排父亲节8月6号礼物经费转奉献给牧恩之家及澎湖国语礼拜堂，愿上帝纪念。8月6号主日后，赵莲秀姐妹将举办父亲节感恩音乐会，欢迎弟兄姐妹留步参加。总会姐妹会于8月18到8月19举办姐妹夏令营，主题内容与认识忧郁症及如何与病患相处相关，请为教会姐妹们前往参加，关心祷告。下周主日由国际读经会讲员分享信息，请弟兄姐妹为读经机构关心祷告。国际读经会将在10月14及21日上午9点到12点，借用本堂举办旧约游宗活动。8月份开始报名，那费用是每人600元。那有意愿报名的，请到办公室。为本堂儿童及青少年学生暑假生活关心祷告，因为他们暑期出入平安祷告。卫理神学院延伸班下学期将开设加拉太书的课程，师资是刘清浅牧师，上课时间是9月22到明年的1月5号，每周五晚上7点到9点，可向办公室报名。教会将应征行政干事，那请弟兄姐妹代为介绍或推荐。为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周四的实体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事项来祷告。牧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点简单的补充哈。因为我们这个父亲节主日，我们执事会已经有讨论出来，那也获得很多弟兄们的同意。那我们就转奉献给牧恩之家，还有国语礼拜堂，就是澎湖的国语礼拜堂。那我们的林志坚牧师也在那边服侍，继续在那里服侍。他退休之后，那目前还是在那边侍奉。所以刚好我们的这个奉献可以给这个国语礼拜堂那边做一些的协助。所以这个要跟我们的弟兄们要说很抱歉哈，我们的这个今年也许没有礼物，但是我们的礼物是记在天上的。那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礼物牧师会送给我们每一个弟兄，我们会有一本这个我们的弟兄的一个阅读的一本书所以这个部分也请大家能够来知道我们礼拜3的话是因为我们这个台电要施工所以我们这边是暂停这个工作还有那个这个办公室都是暂停的，所以那天也不开放。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那天有聚会的话那天是暂停1天的我们在这个7月6
礼拜三7月26号我们是暂停1天的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上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好，那我们那个卫理神学院也特别在昨天也寄来一封 mail， 因为刚刚提到了为了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婚姻家庭的事工上面能够有更好的进步跟成长，或者可以有更好的一些的学习这个神学院这边有开了一个婚姻家庭的课程。但是它是密集课，是1周的时间，在每1周的晚上的上课，那礼拜6是半天，那这样就是这个课程的时间在9月4号以后的时间，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有意愿可以先来跟牧师这边报名，因为报名表还没有下来，因为这是很急促的安排但是神学院这边认为对教会是有帮助的，那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意愿要上这个课程，那也欢迎夫妻一起上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一起有很好的学习跟成长的机会那也请为我们的姐妹会8月18到19到这个苗栗的夏令营能够来祷告那目前已经报名都截止了，那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有这个关心我们的姐妹们到这个外出的夏令营。那暑假时间原则上我们的教会的外展事工，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台语的民谣，还有我们的这个里面我们自己教会内部有同工训练，那请弟兄姐妹能够接受跟安排时间如果有需要接受上课或是训练的，那我们就预备来接受这些的训练跟课程。那我跟天一弟兄我们都有去上了红本跟金本的训练，那也许快的话会在下半年，那慢的话会在明年初，我们会开始就是红本跟金本的这个课程。那红本跟金本的话，你如果没有上过红本是不能上金本的，那有上过金本的可以上有上过红本的可以上金本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当中你已经上过红本的，可以报名金本，但是还没有上过任何的门徒训练课程的，那请你优先来报名红本课程以上谢谢。会众我们一同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让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使我们各样行事都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行，使人得祝福得帮助，也使我们自己得益处，也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